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喺呢片清幽嘅山跡之下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分寸感嘅成語，叫做瓜田李下。喺生活入面，有啲時候雖然我哋心入面坦蕩蕩，但係如果唔留意環境，就容易引起唔必要嘅誤會。呢個故事出自《君子行》。古代嘅君子好注重自己嘅言行，為咗避免俾人懷疑，佢哋會刻意避開一啲容易令人誤解嘅場合。就好似古詩所講：瓜田不納李，李下不整官。呢句話聽落好簡單，但係入面包含咗好深嘅處世智慧。想象一下，當你行經人哋嘅瓜田，鞋帶鬆咗，如果你彎低身去整鞋，旁人睇落去就會以為你係想偷瓜。又或者你行到李樹下面，想整理一下歪咗嘅帽，喺遠處望過嚟，就好似你伸手想摘李子咁。雖然你只係想整好衣着，但係喺呢啲敏感嘅地方做呢啲動作，就好難洗清嫌疑啦。瓜田李下就係提醒我哋處世要懂得避嫌，唔係話我哋心虛，而係為咗減少紛爭，保護好自己嘅名聲，保持距離，其實係一種成熟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